曾說過給你一個新的家，還揀最精美的婚紗，亦會在你收工的每晚送束花，裝了精緻的長紗，還加叫穩固的窗花，做得到爭了地在眼。過去一年係張雨晨豐收嘅一年，有多首自己嘅音樂作品，開個人嘅演唱會，同唔同音樂人合作，開自己嘅音樂學校。上次佢講過喺音樂路上嘅發展，今次佢會講下喺佢事業上嘅好朋友、好夥伴，同埋講下自己嘅理想抱負。如何至會得知你好嗎？喂，嗱，講啲花邊嘢先啊！嗱，我就即係咁樣留意到嘅《非常日誌1》咧嘅主題曲就係吉吉周吉配嘅。咁就非常之2咧就係你嘅，咁啊早排又有兩個即係新聞傳你哋兩個咧就爭做一哥嘅，咁但係你兩個又好 friend 良辰吉日咁樣又走去做下導遊啊，帶大家去旅行啊，其實兩個人都好夾啊，點解會傳啲新聞出嚟嘅咧？根本冇人爭，即係我自己就從來冇諗過要爭呢個一哥啊定爭咩嘅，係因為我覺得。即係點講咧？其實你係好朋友嘅，係咪啊？係啊，係好 friend 噶，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即係我對於佢嘅期望嚟講咧，我都希望佢即係爆 show，我都希望佢日日有 show 開，即係哇成日有新歌出，因為我覺得呢件事情先至係我哋為咗即係我哋即係點講咧？你參加呢個比賽，你想入呢一行，其實都係希望自己嘅作品俾人哋聽到，希望有 show 開啫嘛，係咯，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呢樣嘢，其實已經好滿足，所以我對於佢，我都希望佢係，我都希望吉吉即係不停地有新 show，不停有新歌，唔單止佢咯，我希望每一個參賽嘅，每一個加入呢中星大家庭嘅，每個都有 show 開，每個都有歌出，係，但係會唔會大家一齊開，都係開音樂學校有競爭咧？你又爭我啲學生，我又爭你學生咁啊？其實咁又唔會嘅，因為我自己嘅音樂學院咧，即係我係同我另外一個 partner 啦，即係一齊寫咗一個新嘅一個即係教唱歌嘅一個課程。過去喺韓國啊、喺馬來西亞、喺美國啊所接觸到實戰嘅經驗啦，同埋加上所學到嘅嘢，再加上我個 partner 佢自己學過嘅嘢，我哋將佢咧即係兩個合上嚟做成一個成個一個 course 出嚟嘅。所以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同其他嘅學院係有唔同嘅差別，但係我呢邊嘅課程咧所教嘅就係咧係將所有嘅 basic 打得好穩陣，同埋你係上完呢一個課程過後咧，其實你係識得寫簡譜。所以對於一啲可能，我都好想學下做創作喎，咁可能上完呢個 class 過後，對創作上邊會有幫助，因為你可以唔使識得即係彈鋼琴定係乜嘢，但係你係識得寫譜，你知道自己嘅音去到邊度做緊啲乜，同埋你可以 mark down 寫落嚟，所以呢個反而係我呢邊想俾大家嘅一個知識咯。開個學院嘅原因係咪會唔會諗住即係第時可能退休啦，咁就唔使再周圍唱歌啦，咁我可以咧有間學校養老咁樣咧？咁又唔係嘅。開間學院養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難，我覺得個挑戰會大過自己出去開 show 咯。都有定期有學生有收學費。但係你唔好走啊！你唔好走啊！你未走得住啊！係啦，個月啊！我冇錢交租啊！唔係嘅，我覺得其實要開一間學院，其實都係因為我覺得教育呢一樣嘢咧，其實係好重要嘅。咁即係雖然我係由細開始唱歌啦，但係其實喺呢一個成個唱歌嘅過程入邊，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師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我，而我覺得咧好彩係有呢啲老師，係如果冇嘅話，我係可能呢一樣嘢我就做唔到，所以我都希望係可以即係至少有一個地方係可以繼續地不停地 provide 我新學嘅嘢，不停 provide 一啲知識，即係
可能對於一啲我好中意唱歌啊，但係我又唔知道要點做啊嘅呢啲所有嘅朋友呢，即係對於唱歌嘅愛好者，有一個人係可以 guide 住你行。嗱，即係你由馬來西亞開始出道啦，咁啊到即係香港嘅中年好聲音入行20年啦，有咩感想啊？而家哇，我覺得呢20年真係行得好踏實咯。好踏實，因為係真係一步一步慢慢去行出嚟，同埋我覺得呢段時間學到好多嘢，同埋經歷咗好多自己從來未諗過嘅嘢啦，未諗到即係會做到嘅事情，所以係好感恩、好開心，同埋係我覺得即係呢一段時間呢個人生啦，即係我嘅人生係冇白費到嘅。好，喂，俾個挑戰你，如果俾你可以穿越翻去以前啊，你最想做或者改變一啲嘅嘢，你想做啲咩呢？我以前嘅我會想要去改變，而家嘅我唔會啦。係，都會嘅。我唔會改變任何發生過嘅事情，無論可能真係經歷過啲唔好嘅嘢，我都唔會翻去同自己講，喂，你唔好咁做啊，要 skip 咗佢。咁我唔會咁做，但係我會翻去叮囑自己，唔得啊，你要做多啲運動。你要練住排腹肌，因為你以後會用到。OK 喎，呢個即係啊！你以後你就唔使咁辛苦，你而家辛苦住你練住去，飲多啲水，係飲多啲水，做多啲運動。你啲腹肌啊，你啲胸肌啊，你早啲練啊！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係40歲，你先至嚟要練啊，練唔到啊，好辛苦啊。OK， 其實點解你會唔想改變任何過去一啲嘅嘢咧？我覺得過去嘅失敗、過去嘅挫折咧，其實係成就咗今日嘅自己嘅。因為我覺得今日嘅我可以，即係無論係心態上啦，或者係思維上，係可以咁，即係可以有今日嘅呢一個，即係企得穩啦。其實都係因為過去嘅失敗嘅經歷，係令到自己唔會去太在意呢件事情。喂，咁啊嗱，你一班 fans 對你不離不棄啦，咁啊有冇咩特別嘅說話想同我哋講啊？其實真係好多謝所有支持我嘅歌迷啦，即係無論你係香港嘅朋友、馬來西亞嘅朋友、美國、加拿大，即係好多謝你哋嘅支持，同埋你哋，因為我覺得一個歌者咧，一個歌手，佢最希望嘅係得到自己嘅知音人，而我可以得到咁多位知音人嘅支持，其實係好滿足嘅，就係好覺得安慰咯。所以好多謝你哋嘅支持，因為有你哋，我先至有呢個動力同埋有呢個勇氣去繼續行落去。咁我諗多倫多嘅 fans 咧，好期待住你9月要嚟嘅，期待住你9月過嚟同大家一齊食月餅。Thank you。OK， 多謝晒先生，到時見。Thank you。好，拜拜。找緊一刻的安撫，只得肌膚跟肌膚，高呼親愛的天賦 ，Just kiss me baby right now。愛會寫在你的海，會寫在記憶內，讓我死去活來，甜蜜裏自愛改，會寫在你的海，會寫在你之內，未有想到後來，淪陷可一可再。Just one more time, just kiss me right now.